好，中央的总预算也地方的这个补助是受到各界关注，也美国卖台湾武器的进度嘛是受人关心。根据国防部3月9号立法院的资料显示，讲即马咱甲美国买武器拢总有18案，也其中有2案去签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讲话啊，讲即个加速相关的流程是即马解决的重点。也共和党的议员提出法案，讲要求爱甲台湾看做8月 Plus 的成员，简化对台军售的流程。国防部公布21日规工，查到23台强机、8只强舰，也甲1只公务船持续绕台。为航迹度来看，又过4名宽台。各方伫关心美国对台军售的进度。根据国防部3月3号立法院的说明资料显示，目前咱对美国军购案拢总18案，其中有2案延误，是 AGM-154型远距离攻打弹药，也有 F-16CD Block 70型战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国会听证会坦白讲，受到不少对军购延误的一个不满，加速相关的流程是目前改革的重点之一。We get so many complaints. Every bilateral engagement we have is someone complaining about some sale or even a financing deal that was been in place for 5 years and has not yet been delivered or has not yet been approved through the process. So we've got to reform that system. 嘛，伫2022年访台，共和党籍参议员斯考特甲共党众议员裴里嘛提出台湾 Plus 的法案，要求甲台湾当作北约 Plus 成员，简化对台湾军售麻烦的程序，以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甲进前跨党派参议员所提出的减低法案主张真共。美国甲印太20外国高层军官最近伫夏威夷集会，事件中国侵略的威胁升悬，呼吁华府必须找到加开的友谊，加强共同运用的方式。We're facing a profoundly consequential moment 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accordingly in the world. China's on a dangerous course from aggressive maneuvers around Taiwan, rehearsals, not exercises. Last year, we witnessed China conducted more joint rehearsals than I've seen in X years of service, 38 for me. 另外，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加参议员布莱克本是联合发函予希尔顿，还有万豪凯悦饭店，关心饭店的官网也甲文宣是安怎使用中国台湾的词。佮讲，这甲美国政府的立场形成真大的无共，也要求业者爱答复相关的做法，是毋是因为中国的指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